什么的这个心理上这个多少呢？研究开心的是，我也不有啊。研究开心嘛，从当前的这个是什么啊？当前我吃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一个东西。像这个到就是身体上不是研究开心的是我也不有啊，因为它里面的他这个是说呢，研究开心的是我也不有啊的民族。研究开心的第一次我当前的是不多了，我也不觉得挺好。我也不有老从就在那，我也不也这么好些，我也不有呀的，有老了这个是有的。我也不觉得他老啊，有老差不多嘛啊，对，但这个给他这个当年就觉得理由嘛的，历史了今天就觉得蛮差不多嘛的，当年就觉得加油嘛的，当年就觉得当年就不觉得往下交嘛的，有老比较嘛的，我当年就不觉得挺对嘛的，当年就不对。当然就不是哎，就是一种啊，这个在下方面，对的，但是你这个水方的跟流浪没得跳的，跳的，你这个水方的流浪没得跳的，这个是多的，呀，你这个水方的流浪没得跳的，不跳呢，在那在多少，那水方的在那在多流浪没得跳啥？这个那进去就在那在多流浪没得啥？在那在多流浪没得啥？第一点是从现在是上班了嘛，对不对？经济有点影响。第一点是从现在是上班了嘛，这个经济有点影响。两大老表。第一点是从现在是上班了嘛，这个经济有点影响。第一点是从现在是上班了嘛，这个经济有点影响。在那在多流浪嘛，叫啥？那边都是一般的区域，公建点那种嘛，就或者在那国家的呢，在那在多流浪一点。第一点是从现在是上班了嘛，这个经济有点影响。你都没听出来有帮助啊？超有吧？OK，咱们继续再见。好的呀，上节不接着去的，上节宝宝去了，上节可能就是用了用阿丁，对对吧？上节可能就是用了没嘛啊？对，你把它全部没有影响。小宝宝全部没有影响，今天下午就回家了。那对了，今天准备没发出来，没发去机场，我就搞到这边全部没在交了，之前我们也得。两大个都是发现可能就觉得用老的有点几类事情吧，全部没有的有点就是你不去打过，不把他那种那些不去做到的，两大个都是发现可能就觉得用老的有点几类事情吧，全部没有的有点就是你在那等于不去打过的，然后这个今天都跟现在讲话在结果，现在讲话那个不个第一就不能打的，打了，我不知道，咱们还是多些的去，那些包括可能就是用老的嘛。对，他比我决定呢，有那么一个那这一说呢，起码他什么没有的，到底什么没有的，你两大伙都是三个，从那就叫我给你的事情话，什么没有的，你不知道我啥的，就是么的，我当时还得这个理，就是那样，用我们一个技术多啊，才这些的，能用多的，他们家来我们下达的，是这样。我们去年呢，这些都两个大的，像这中央保持第一级，哪怕是保第一级的去年的9点，这么多就是经济青年嘛，他是不人家第一，你看这学的这么多就是新有的去有过他去第一青年的，我第一经济青年方呢，去第一有方呢，青年的有不过的也是的，对吧？这个话嘞，这肯定还是今天就学他一毛的，那么这个落后，还是。你讲是我也不觉得的，而且那个今年在哪里有什么就是嘛的，搿里的方式我也觉得了，如果那个才就是我也觉得，你那个才就是我也不用的啊，如果那个才就是我也不觉得要有东西理解，是这个就是要的。这个里的方就市场就是可能是这个就是不见效了，你要说吃了是哪里，而且后边就是不见差不多，这你呢这我也不觉得。
这些就是目前的我也不有老差不多，刚差的，如果那个这些我也不有老的，没差不多。现在或者人类的嘛的嘛，因为人类的那工业不的，不工业嘛的，都是这么差的。但是给他们写我的列定的时候，这个节目我的理由呢，那人类当前的理由呢，那人类的这就是广东语嘛，小不多。当前的理由呢，那人类的这就是广东语嘛，小，不像的工资目前的也就是那边当前的理差的。现在人类的嘛的研究这里嘛，研究这里嘛一些这些就反正就不一样了，然后这里嘛一些这个是我开工。但是。开始想做的就老是多了，人类的经验真的就是嘛的，然后人类的多嘛的话，对，然后人类的多嘛，你说你就那么弄了，可多的，这种那个大些种真的好多的，那个大样的，那大人呀的这种差别也是知道啊，这两个嘛的，这个是你说也不当一的，然后人类的多的从这个多的。这个是跟我们工作确实的，我们做的不多啊。这没办法，你啥的人都是对嘛的嘛，都可能老多的这个不是的，差不多了。好的，当然人家的多，人家是更强的，这是了。就当不了多，人家多，人家那可不多强的多。别人那靠后面这都那么多强的，有的不多强的，这才是现在多的，不是，不是这个大。大样子的嘛，电路给他，他的让给拖在这个相处中，就老是讲是今天就是就把这个事情，他离三在那最这个呀，让给拖在这个相处的人不多的，你说了哦，这边呢就帮忙解决了这个，对吧？就是天天在身边的就是这个是哪里？你呢？天天你，然后给拖在这个天天就相处的，我帮忙是天天就是这个，天天。今天这里的来讲，你对这里也就是你天天里上说的，然后就回到这个你就想做这种我这今天就是这个，我都是不能拿的。那么然后的你对这里的来讲，你对这面对的东西，面对的你面对的东西，批发性的白毛区别，然后出家区别，你只有这个这是个，批发性的白毛区别，然后出家区别，你就是想做这种方式，今天就是这个，这边是。然后出家区别，对员工用的，批发性的白毛区别，对员工没毛用的就是这个方式，就是这种啊。然后出家区别，你就是想做这种方式啦。这边批发性的保路办什么区别的，然后想做，你就是想做你就是嘛好呀，这边是啦，那个你就是嘛免费的，就是对于今天这里来哦，今天这来今天今天的政治这里你都在那不多，去年讲是我那个月老是啦，讲的意思。当前这里讲是那些就当前就从这行情，你讲意思你这就你今年家里，都是从就按老生的。你这说嘛，这公司的协会里面的厂家中，你就说嘛，你的厂家就是这样他，真正的这个厂家人呢，你就说里面怎么调整一些的。你对比里边的面对里边嘛，面对里边你这个咯，你当你对咱中国这公司的这个厂家是那样，你就是嘛面对里边你出这个来是吧？我的这个小村，面对小村从老百姓给他给一些啥的，你不面对小村情况也是。当然，这呢，批发性的白毛区别，这里有个经验的厂家说，你就是说这种面的厂家就是这个这方面。那第一就是一定老板是个是，你对面对的人嘛，今年第一些，全部做的今年第一些，然后就把这当的。小村从老板教了，你对咱这个我们这些人，这个小村从老板教，对了，小村从老板这些些，你对这里面吧的，就是你对的，对这个你对这个人。或者是这些有应当真的是你对这会觉得你对这个有所谓哇，那会觉得你对这个有应当会觉得你对这个你对这个没得有嘛？另外他就把钱给带嘛，就跟你对这个东西结合。另外他你对那么说，他对他的保护，然后在那的方面就要结合度，你就感觉到这个面子了。你把人给带去说的，你对人家啥，要保护人在那这个程度，不能直接的，不直接在大浪下的，那里直接从老百姓呢。不可能，保护尽量往研究的合同写，我们也是直接从那个台嘛，当往研究的合同写，然后也这些人家有，但是好像就是保护了，一般人这个保护啊，那这一般人就别么去或者下流，差不多了，可
而且一般人一般嘛去把什么，因为他你对狼的说呢，在啥家伙呢，你就在地方狼的不要说，一般人的说呀，对，你对的嘛，如果女的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啊，这而且呢，他到了路了是，到这里是当中，你对了那边的嘛，那边的英语是弄过了嘛，那边的下地区啊。你对呢，咱就把这个土的那边上，你从哪把说的，这些了都没有呗，这就不老多。这次说呢，看到是今年就是那么多。这块这个白嘛去吧，现在哎，这差不多啊，差不多啊，这这个打过了，这看到就都是这个嘛呢。打这些呢也是也是在这个这个样，这个样。那这是不嘛的，也得是风筝，我他写的，我们年的年吧嘛，年嘛，然后年是我们年一般都是这，咱们来的。那反正这个风筝年吧风筝，不啥价格嘛就不太清楚。那我感觉风筝，这把这当时的年吧风筝，这把这部分就买这个八个，你感觉这些呢，现在绝对那么多。并不容易的，没几个没法。这方面，那些我感觉说的，之前那个就是这个马街的，今年的马街还挺不错的。啊，今年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讲，这些业主啊，当业主马就跟现在，这好像有这个并不是上面这个差别，你说没法的，没法说的，现在主要做哪里？那个不主要没这个，那个啦，没法是这个，主要嘛，这个呢，就是一种好的那种，这是吧？反正这么都对的，反正。那这一个是这些路边边是这吧？这些路边边上人家那个生意什么啥的呢？这个没有。我这些路边边是这吧？这个什么人啊？你是这样不是真正的，跟啥的缺啥的？哦，就这个跟啥的呢？去年那么两解。啊，你跟这上去，他们电视节目电视怎么说呢？好不太吧？是，你跟这上你看你电视节目这介绍呢？那个去年那这些路上是过了1年的光年，差不多。介绍电视长光。好了，我这个就是今天见面，我去年这个电视长，今天个人说的是个电视这个电视这个电视长，今天个人电视可能在我们做电视上，这个电视就完了。电视就完了，如果电视呢，今天如果公里过度偏了点，哎，这点的话，应该公里这边呢，今天如果这个可能到了我这个地方点，今天有个有嘛的，我们知道。啊，而且这个电视节目，这个电视那个今年的这个电视，今年的国家多一个，你这个特别是这个大市场。像这个今年刚才像就是像这个今年刚才这个电视节目，怎么样？刚是没听到好多感觉。我们今年的这个啥子，这个什么这个哪里的今年的这边是，像这个经济平吧差，像这个经济的差。在交了，我把前面嘛那个他说的去年啥的，大概交了，我今天讲的大概这个。对吧？当然了，去年那个年度的电视节目瞧啥？啊，对，去年那个年度的是电视节目瞧啥？你比如说，湖北去年这个年度的是比较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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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语言么多少？有点什么就是这个有点什么语言么多少？那咱们中午就知道有了。啊嘞，打东部去的，打东部去的，你知道？啊嘞，打东部那个到去打东部有点是便宜嘛，就是打东部有点是便宜嘛。而且有点什么电视节目，像我们有点什么电视节目呢？啊嘞，有点感觉有点什么便宜嘛，当时当然。别老了就说电视这个什么，哎，他不知道啊，我没去年这个有点什么电视节目。给他就是基本上，他这个是就，但是你呢，给他还是学习下来的这种，有些讲是不一定对什么，是，那这呢，没事，我都是那个东西，都是那标准呢，那别的嘛就没有，那这个而且是说的，民族不同主要是关系啊，这老了，不谁的，谁是不谁的，之前把他们这个谁的谁的谁的是谁的不的，不谁是的。我这次就把这个编辑的这个所有的，咱们这个你就把这不让编辑下的编辑，不让编辑下的，不让你们几年嘛多，你们直接咯。打完了这给下的可能的，咱们中午都帮给下的在可能是不是？咱们中午的钱这边打
语言的东西，我觉得这里啊，当然在这大上的这个写的话，写的人，当时这个咨询的多长这里分析完了的，忙的啥这个好，有点有的这个经济的写单有的，这个人当时老报定这个下面定这里写的不多的，这些人当主流的这个都写的不多的，因为当第一个做这个的家伙呢，主流一个不同，但是通常了，写的就这个人，他。然后呢，当一大呀的，就留学的可多了。也可以说这个的，当时如果是这个看你这些个可多下去，因为他不太老，这可多了他有些在那个这些，他不太老，这他不太老的。你他这也对这个呢，这些决定嘛，你说我们这边这些呢，这些决定决定有的，不太老，这些个了，这些呢，这些决定决定有的，这些呢，这些就上手你就让决定就觉得挺对不对？今天呢，这里觉得就是跳啊，会觉得，而且是广播出然后来啊，有什么几率不对？那还是有一部分，今天呢会觉得一定能够学到这个语法的，是吧？一定能够学到这个，怎么就是落后的这个怎么说啊？这个怎么说？领导你嘛，当前啊，语法的语法的，这个是足够了。所以这个群体对吧？群体真的模拟不出来。我这个就是我就我的看，为什么？这边应当自己应该不可能让写了，当天就让你用的，我这这一下子，那可能就我就看的，里边这个多么多，里边这个这么多，如果有个这几把这个这样子，这个对吧？可惜也就从老过去这些年里面就刚才你把它，这些年里觉得这个刚才你也写成了，这些年里觉得这个刚才你把当时这些年里面是个嘛的大。我知道，这边也说呢，这些距离久了，这个房产是近距离经营过呢，我们谁久了，这个房产是来新经营的差不多啊。你们房产好好去新经营房产，谁久了这个房产谁久了这个房产，你把当时新经营是嘛多，这些距离久了这个房产，你把当时这些距离经营是家里，你是不够嘛对，我知道，这些呢，大概都上不了的。我们这些距离经营下来，肯定就是这样。这些地理学的这个方法上，对了，这些地理测它听着了，哎，那这一点今天什么就发了，也比较容易，这样，大致中的，你最关注我这种你对地理建议是不是？这些关注我这些地理建议是哪？你最关注我你对地理建议是不是？那现在但是你对地理关注我你对地理建议是不是？那你对这个大家包括是他。然后你对这个建议，他那个当兵的，他不会当。你对他如果你对这个建议你是什么？到在大脑有时候你对这个建议是不是？那你对他如果你对这个建议是不是觉得啊？我觉得很多。后来的这些这个建议呢，这些这个建议我操，你对头脑把这些这个建议，你对อะไร你บอกแต่你对头脑把这些这个建议嘛，你是什么的？你说多少个这些年纪的经验呀，这些年龄嘛，一个就是嘛的哒，这些年岁嘛，他应该是啊，对不对？啊，对，你说他什么这些年纪的嘛，你说这些年纪的人，可能别人影响的人，他就上来就我的东西他说，这而且人那像这些老多，你说老多教个有的像这从老把教了哇，知道这些年纪的人你把他这些年纪的经验，你把他像这从老把联系的，他不知道，那这个是别的，也就是从老把这些年纪教了点呢，这些年纪的经验一下这。人嘛，就是嘛的，不可能说的，人生嘛，他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他这你这咱就嘛的，就是这些的，你这里有什么就是嘛的，你这里这些你这个你这不管用不啊？而且，你这个上头就让天气就不好，或你这上头出差了，所以说过来，第一就是你这里要的，或你这里建议的是什么什么嘛的，你这里建议，你这里就能的，这他这里边通过广告的人。那可是的，你对这里边我都是他们不说，那可能是妈的，已经从不广告里，但你对这里边我都是他们不，他没在当这当我，今天在中天这里边我操，你对在中天这里边你是真的嘛？你就在中国这里对天这里边的话，今天在中国天这里边的什么？什么嘛？不是吧？那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今天在中国这天这里边嘛的，嘛你把他啊，那你把我以为你是当的对不？
你就在这么的去，你对这个建议做的啊，而且啊，你的满意，就说的当时就这上当了，那你对这个建议是不错，那你建议是不是给他有这个这样的，我是当不了的，你对这个建议，你别说光光的，那这建议建议是这样的，对呀，你别说不你，可能你得，但是都不是那个也不好，你就咱中国技术上的节奏。而且，然后电话就你对这个经济是东西，是一个的，他不知道啊，你对这个话，别说呢，别当，人家的接触那个经济，啊，这个人家的接触那个经济，就是这样子，觉得了人家父母都挺多啊，哪来的？咱们那边说的，从中国这样的几多年呢，人家父母都挺多，啊，不，人家父母刚刚就那么多不多，一天就一天把你当打什么打好让的噻。现在就那个多呢，啊，然后我们回答了，当然了，这也是我给答的，我们这答不多的，这阶段今年的，今年就给定了，今年的消防局帮我们做的，今年了，今年了，今年就给定了，今年的100多嘛，老毛说就光下去就今年，啊，今年的今年就给定了，今年的，今年的差距，今年就1多啊，这今年的就是别少的。老毛说就光下去就让今年的交往，这今年的你看呢，老毛说就光下去就让今年的，今年的让今年的出发的，是吧？这样说，不今年的你看那今年的让今年的出发的，啊，因为长期我这个是对的，那多些今年的那今年的让今年的小朋友嘛，是吧？这今年的你这价值，这价值你放心多，今年的享受就让这个你也是，别当老了，今年就别定了，今年的从就享受什么的，没有多，是吧？如果你这个具体的这种这种，今年就别定了，今年的事情嘛，这个对他什么？那么就能把什么从我们像经济就是去啊，具体的讲，这种是去的了，享受什么就是讲，是，这种这些都是经济学嘛，哦，但是这些都是经济学嘛，哦，这个也是不错嘛的，然后这话，这个东西，当然嘛，这个都不一样，这个咱如这帮子在光顾的东西，怎么都觉得新鲜的多，新鲜的太多了，这两年里，这3年这几年里，放心宝宝这个当亲戚的，年他真的没有过，新鲜的他是进来的，啊，真的没得，第一个就是空壳的就是你热了嘛的，那在第一个的世界上就有些话你把别人都给你告诉，你看从正常，按这边这个方法。你家的被长寿的说法从哪啊？你把今天的就是如果你今天的就利润是好像，你这些都是什么？这个是用的，就是人家来，就是人家来在3、8年的地方，专门这种啥啊？做这种啥的天天，历史上都说的家乡是呢，这种的，而且人家来有个什么热了嘛，就往一下。热了嘛，土地，他把土地给热了嘛，为康庄这当家吧，这边呢，在热了嘛，就退嘛的，退掉我们热天时间里的人有的是，8、8年的西瓜，咱们也是2002年的就的西瓜，知道吗？的这当家，当时人呢，那个当时种的长，种的，这个不能长，不能长，这不知道，当时种的那是在那地方，当时种的，他说年不能长，这不知道，那是。不知道，当时就跟不知道长嘛，可能是吧？现在长嘛就这种长，这种长，往下，这种长是西瓜来讲的些，现在2020年的西瓜一个就可以控制住。马在如果入住的这个居住的多了，这些飞了3年中，然后别的了下去了，不可是说是3年下去，一家是低，一家是高，还是这样的。然后就飞的差距也极大的，那3年了。到我让你心里就有了，这影响让你心发现的有样的就你得了，这不比他们过来对他当多少？那第一呢，然后当然你告诉你母的规矩要的，你要不3斤啊，你管有了，这不切瓜就多了，这有的他呢，那别的了下头的我知道，这样说呢，有我拿的3斤讲，这里什么没个人，哎，
那个你们的部落碰的这种去看，人家地方你们的看谁的感情，这方面，这里大家在这说的，我在这说的有没把的不可的，跑的了的，你看可能这样，你了，怎么的，怎么的，那帮忙说吧，今天，我们想到的，面对的也是，都是方向，咱都是中国的，现在是基本，我们都把给人家的有些啥风。西瓜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苦的那些东西，而且你去，这些我就从老是看高压给他去看，而且这些因为这个推荐这个，我们就看高压给他，高压的肯定是高压我的工资，打上去，这些一方面去，然后人家那个有些啥子嘛，有些一方面他把对这个银行的高收，这当把给了，人家的有些骗人，我就他把对这个有些当钱了，这么厉害的人是吧？这样方面，他把对这个的。你刚才说的，非常棒，没关系的，咱们一起去，咱们非常棒给了，你的说的，咱们一起这样子，没关系了，你有些钱，你啥有的，这方面，这是些长期里头的，没有一些，这方面，这些长期里头的，要么那个，就觉得嘛，这个经济有一些的，会非常面见的，非常棒，没关系，咱们一起去，咱们这样子，这些长期里头的，要么的，咱们一起去，咱们怎么这个经济有了。这当然是没有，然后里面的这分水岭的差别然后这就是个，咱这边说的，然后不管干部，而干部说的，什么个这个分水岭的差别了，然后里面的人就这么说的，或者里面的这个大差不多，然后里面的这个大嘛说的，或者是之间的这个区别，之间的话区别性，这个区别性和有些性差别，这当然里面。里面的说的，里头面的比例那就不高。你讲里头那块都它局限的，对啊，为啥说呢？没经验，国家不打仗的，那有这个地方，最近人家跟他们决定呢，就当后来人的谁干啥的不嘛，看到，这不可能说人家就是说这个意思，结果，然后让人的谁干，不让人的谁干，所以也超市嘛，那个就让人的点，对吧？里面在里面写个话，给你聊这个话的。这道理呢，人的那块都一定是靠局限你聊的，一定就在这局限性银行呢，里面的对嘛帮助不有的银行来啥的，他把这个银行的高出，非常好的把干的，这当然了，人到那个人了，人到那个追求归说我是，对，非常好的。像这个咱们一起的咱们有些已经给了里面的天天说，然后人到那边里面的啦。这个就是因呢，让人都来这样的正大的社会正大，咱们已经稍微的了，明年那边放哪里，让人都来这样的正大的社会正大啊，我不知道的，你那种一种是呢，说是不对，人都来吧，历史的差别有的，不可能说的，咱们一个这一场的，那种时间就了，这一个都是好的工作，咱们一起这样这那种是场的，里面的这个都是这个的。就是个老师老方有模式的，可能咱老老这方面这个方式呢，边境两大把往来中啊，对应的，这个对的切个地区的，而且抽数的边界呢，两大把往来中是可以解决的，解决的两大把往来中是可以的，解决的抽数的抽到的，那像平常我跟他这个别来的些不一样，平常我给他这样，今年的下子了，咱们也去，咱们也去这样的，或者了。因为你在这个这个垃圾马路，当你的话，那个就是我的嘛，还有知道这个其他嘛，就是看。里面的这个水草部分是水稻的，这个里面的如果这个水草部分不能水稻做成的这个知道的这个热条的水电，你不这样的，你把这些一样的，年流怎么不一样了？跑到这边都是这样的，破这个墙，破成了。场地你不能在这样的，你把要同样东西做出来，很好的，可能是第一个呢，不当这样子，如果咱们一些如果有个接触上不出去，我就对如果这样子，也同样的，但如果这样方面，抽数比收到肯定是解决这个条，应该解决这个边境要打不光了，是的，中华用第一个说的边境要打不光的中华这样可以，我基本上都是说。咱们一起这样的，因为当中知道，这样说呢，真的应当自己先把这些意识，让里面的这些这些的啥的，先把区别强，另外这些你把这个经常影响了，
人的面嘛，那这个，他不知道，有不如，人放的放啥，啥这个是多的，然后这些上放的，这些的上，这前面的上的不要给，好吧，对对对，他不知道，这些当中啊，这些当中的，这些上的这个嘛，这个多啊，他去了，这些上有的，好吧，对这个你老古巴这种来不多啊，真的，我这吧，他不知道，这个这些，嘛这你弄弄了。去年的当中的话，没管都没多的，然后里面的人上的话呢，然后里头那的警察是非常多，然后里面的去年的当中说的，东年的人，东半年的那个当中的啥吧，那哎个嘞，平常吧，那里是天天我们把这块解决啊，你把这我们这，然后里面像这个啥的，哎，然后这个谁懂啊？电脑嘞，去年的我那个不是过年的，谁他也打过。哎，为什么？去年从这里的是啦，去年你我那边不是过年的呢，对呀，你我那边不是过年，从这是为啥的？因为真的去年的，大家就觉得太阳嘛，不理解嘛，万一呢？你我那边到吧，从这可能去年的有啊，今年然后公家有吧，今年3天有吧，这就是我你讲有的有是大吧，没大。không sao đó thì chưa được để được này còn là gì người ta được nó chứ còn để cái cái này đấy như này nó để cái này thì như thế chứ còn thì từ cái nó khai chỉ ra phần trả cái suy nghĩ mà cái quá trình thao cũng cái nó cái chuyện cái mỗi cái điều nó mà thao cũng thì cái thao mỗi cái điều nó mà thao là cái này đấy cái mỗi cái điều nó sắp xếp giờ là mà cái này là phụ thuộc cái当前就不双手本对吧？广播或者广播一般有什么意义不同的？这个意义说的你本来这个意义呢，当前的就是不双的，你对应的这个错误的别。我那不双的可能去过节，我也过节，哎，我不知道呢，我也过节，我不都不双节，哎，但我也过我都不双的，他有的我不过的可能我也不节，我不对的东西，啊，这个这我这啊，这个我也过。而且我也是不来的，广播不电，广播不我也不电，你广播那里面的也我也不，你把人的起码你说的你把说，解决解决得了，今年而且干什么不的，起码你我不都收过，解决我也是的，我不知道往啥。那当前的新势力的我也不一般他路的，今天的这个新势力的我也不有容易说呢，当前的这个新势力的我也不一般对吧？对，人往是上国家的经济有啊，咱们也这个三倍折了嘛，这个经济有的，平常把给咱们这个三倍的，咱们的老子或者这个努力，这时间长期比较的没有这个是吧？时间长期比较的没有这个，平常嘛不能老是赚钱的嘛，时间长期比较的，咱们也是三倍有嘛，因为我们是赚钱呢，时间有嘛这个咱们也是三倍有把效率，到昨天咱们也是这样子，好点，哎，今天也是多种。一般我都把它放在在，当年经常我们现在这些，真的都这样干的，啊，经常把这个都在干的，啊，啊，你这样的话，怎么来？他这种你，然后用这种都是拿大电脑，然后这种为什么拿大电脑？这个拿啥呀？这个这个咱们这边不用查到，这样的是吧？那反正别用来打，那关键的话呢，这个那关键的。这个嘛就是这个跟其他嘛什么，也非常好过程嘛，非常好的路就是哎，那方面，这什么？